澳門巴黎人酒店自助早午餐到底有啲咩嘢食呢？環境都算大嘅，好多人啊！一坐低叫侍應幫你嗌呢3樣嘢：花旗參煲老鴨湯、芝士焗扇貝、波士頓龍蝦。呢啲都係即嗌即整，起碼要等半個鐘以上。人都做唔切，刺身區嘅三文魚已經裝好晒，隔籬一定有壽司，全部都係健康飲品果汁 ，very nice。睇下啲吃貨們食乜先？香辣龍蝦鉗啖啖肉。師傅切緊呢個係美國牛脷脊，西式早餐多數有呢啲嘢。西班牙火腿，冷盤有煙燻三文魚同埋有進口嘅芝士。生滾粥檔可以自選配料，手工麵檔，甜品區佈置得好夢幻喎。大家最好避開高峰時段入嚟啊，啲嘢好快俾人哋夾晒。食飽飽，帶大家感受下巴黎鐵塔嘅浪漫氣氛。夜晚着燈仲靚啊！如果大家想訂房嘅，可以揾芝麻丁。普通房睇落去比較簡陋。香檳套房基本上爆晒，好難訂到。里昂套房大家中唔中意呢個色調呢？家庭入住可以揀2房1廳嘅，一共有3張床。有啲房型仲可以對到正巴黎鐵塔觀景。打算嚟澳門住嘅朋友，記得點讚收藏啦！